好多人為咗眼前嘅享樂而放棄咗短暫嘅嘢，卻犧牲咗乜嘢？永恆嘅幸福。朋友，請做出明智嘅決定，唔好為咗圖方便而犧牲對你永遠有益嘅嘢。咁等我問你一個問題，當你諗到真正嘅靈性嘅時候，腦海中會浮現出乜嘢？我再講一遍，你認為靈性係咩嘢？有人話有精神信仰嘅時候，嗰係咩意思？我有精神追求，佢到底係咩意思呢？不如我先同你講下關於靈性嘅迷思，好唔好？其實呢啲唔係靈性，但好多人都以為呢，佢就係靈性。活動嘅迷思，你知啦，好多人覺得如果冇乜教會好忙，成日做義工就好有靈性。事實完全唔係噶，熱心嘅迷思。我好熱心，我對上帝好興奮，我感受到我好中意敬拜佢。你知啦，你可以好熱心，但係熱心唔等於有靈性。呢個就係羅馬書第10章第2節提醒我哋嘅嘢，知識嘅迷思，呢個係年輕人嘅危機。你知啦，依家你睇可以接觸到好多知識，但唔代表你覺得自己識聖經，或者你有博士學位，或者有碩士學位，就等於有靈性。我識好多對聖經好有認識嘅人，但佢哋唔係真係有靈性。等陣，我再解釋地位嘅迷思。你知啦，有冇人一做嘅領袖，有個位就以為自己有靈性？其實唔係嘅。屬靈恩賜嘅迷思，哥林多前書13章1至2節，你知唔知咁講咩？如果我有講方言嘅恩賜，如果我有信心可以移山，如果我有信心嘅恩賜，聖經話呢啲都唔等於有靈性。咁犧牲嘅迷思又點呢？而家我哋當中有啲人非常真誠。哥林多前書13章3節話俾我哋聽，我若將所有嘅錢財都捐俾窮人，又捨己身叫人焚燒，我嘅良善，我若捨己身叫人焚燒。聖經話嗰唔係屬靈嘅事。咁成為一個真正有靈性嘅人意味住乜嘢？你準備好學習啦嗎？好嘅，真正具有靈性，每個人都會讀到呢個人完全信服於耶穌，並受聖靈引導。基督般嘅品格係真正靈性嘅結果。所以一個有靈性嘅人呢，會喺品格上越嚟越似基督，喺熱情上越嚟越似基督，喺使命上越嚟越似基督，效法基督。呢個房間裏呢，有3種人，3種，我會話俾你聽，佢哋係乜嘢？我弟兄們唔能夠以對屬靈人嘅方式同你哋講嘢，只能夠當你哋係屬肉體嘅，係喺基督裏作嬰孩嘅人。你哋仍然係屬肉體嘅，因為你喺中間有嫉妒、有紛爭，唔係屬肉體咩？你哋唔係照住普通人咁樣行咩？保羅係同基督徒講嘅，佢話弟兄們，我都唔可以當你哋係屬靈人咁樣同你哋講嘅。所以喺呢個房間度，既有屬靈嘅人，亦都有屬肉體嘅人。至於咧屬肉體嘅人，如同喺基督裏面，如同嬰孩一般啊，佢哋係基督徒，但佢哋冇靈性，佢哋就好似 BB 咁。以自我為中心嘅人 ，BB 係非常以自我為中心，佢哋根本唔在乎人哋，佢哋餓咧就會喊，佢哋總係想引起人哋嘅注意。初信基督嘅人就係咁，佢哋同世界上嘅人都咩分別？所以第3種人就係世界上嘅人，你唔係信徒，你唔係基督徒，你連初信基督都唔係，你係屬世嘅人，你就係世界上嘅人。點解我哋講
你睇下，因為你喺中間有嫉妒、有紛爭，你睇到仲係屬肉體嘅人，你哋唔係屬肉體咩？你哋唔係同其他人一樣咩？即係點？只係普通人啫，平凡嘅人。所以今日喺呢個房入邊有3種人。第一，你喺基督，你就好似普通人嘅，你可以係個好人，但係你基督。第二，你有基督，但你未成熟，你唔屬靈，你係初生嬰孩，你係屬肉體嘅，你係屬世嘅。今日嘅主題就係咁，要有真正嘅精神追求。同我一齊講，要有真正嘅精神追求。搵鄰居幫，話俾你聽，鄰居要真正擁有精神信仰，唔係假貨。所以請睇加拉太書第6章，我將重點介紹一個真正有靈性嘅人嘅4個特徵。根據加拉太書第6章有4個特徵。第一，佢富有同情心，對他人富有同情心，佢為他人着想，呢個就係基督嘅樣式，一個有精神追求嘅人。其次，有靈性嘅人會承擔起責任，佢從不責怪人哋，承擔個人責任。第三，佢做出咗明智嘅選擇。被聖靈充滿嘅人會擁有基督嘅心，佢具有戰略思維，做出明智嘅選擇。仲有第4個，高舉耶穌基督，呢個係 Cam 嘅縮寫。耶穌來係為咗使我哋成為屬靈嘅敬虔嘅男女。所以記住 Cam 呢個詞 C 係咩意思？係同情心，為人着想。 A 係咩意思？你要承擔責任。 M 係咩意思？你要作出明智嘅選擇。 E 係咩意思？你要高舉基督。咁我哋睇到第一個原則，對人有同情心。好啦，各位一齊讀呢段經文。弟兄們，一齊，弟兄們，如果有人陷咗任何過犯入邊，你隸屬靈嘅人，留意佢唔係同牧師講，佢唔係喺對執事們講嘢，佢講嘅係弟兄們，你哋呢啲屬靈嘅人。而家我想問下你哋，今日你哋當中有幾多人係虔誠嘅信徒？舉手。你好有靈性，舉手。打擾一下。我頭先同你講咩嚟啫？屬靈嘅人係指受聖靈引導嘅人。你今日係咪俾神嘅靈所引導？係定係唔係？好嘅，嗰啲講係嘅人，換句話講，你今日企埋呢度係因為你受到聖靈嘅指引，你冇打算犯奸淫罪，你今日並冇打算殺人，你今日嚟到呢度，你想服從上帝，嗰係你嘅願望，你將生命獻俾耶穌，呢個係你嘅祈禱。信教咩？誰有精神信仰？我喺度揾我嘅朋友，有靈性嘅人唔需要博士學位，你唔需要成為學者，你可以係青少年，你可以係個小男孩，但主啊，如果你嘅心意咁，我願將我嘅生命獻俾你，咁係精神層面嘅。咁我哋嚟睇呢節經文。如果有人觸犯咗任何法律，咁觸犯呢個詞就非常之有趣，佢有咁樣嘅含義，用嚟形容陷阱。你會設陷阱捉動物。換句話講，有時基督徒好多人都唔會一早起身就計劃去犯奸淫，你唔會計劃去毀掉自己嘅聲譽，你唔會計劃去殺人，你唔會計劃去毀掉基督嘅名聲。但事實係，如果你唔小心，你就會中招，你會被捉住。啲人會一大早起身就話：我今日要毀掉自己聲譽，我要毀掉我個家庭。冇人會咁做嘢，但聖經講你會中招，你會陷入罪入邊。
咁我哋應該點做？睇下聖經點講，你隸屬靈嘅人應該點做？要用溫柔嘅心去挽回佢。每個人都要自省，費事自己都受誘惑。我想強調我嘅責任嘅重要性。如果你被聖靈充滿，如果你真係屬靈，你嘅心態就係要挽回人。而家挽回呢個字有以下意思，喺原文入邊呢個字係用嘅形容醫生醫好斷嘅骨頭。我侄仔因為中意打冰球，鎖骨兩邊其中一邊斷嘅，醫生做嘅就係確保可以溫柔咁幫佢復原。當你挽回一個人，就好似醫好斷咁嘅骨頭咁，要溫柔咁做。仲有另一個用法，用佢形容挽回就係修補漁網。呢個字係用嚟形容漁夫補網嘅時候，漁夫出去捕魚，有時個網會破咗，所以要修補翻。挽回呢個字呢，就係指呢將佢網修補好，可以再用翻。仲有一個用法係喺尼希米記入邊講到，冇修復城牆，城牆破咗，要修復翻城牆。你要一塊磚一塊磚咁砌翻上去，所以兄弟們，你同我都係主吩咐佢要佢做，呢個係一個要去挽回人嘅命令。你知我嘅習慣，當人哋有難，你都係佢。我哋通常都唔想插手，因為我哋好忙，我哋好自我中心，我哋只係睇住自己。但聖經話唔係嘅，你要為人着想。當你見到人跌咗入罪，唔好一刀切咁否定嘅嘢，唔好攻擊佢哋，你一定好中意佢哋，恢復佢哋。你睇，我哋總係傾向於評判別人，佢會話俾你聽，獻俾今天所有信徒。當你睇到有人陷入罪惡之中嘅時候，你應該點做？大家都要讀書，恢復嘅。優美嘅詞語，點樣本住溫柔嘅精神，要有愛心，點樣要謙遜。每個人都要反省自己，以免自己亦都受到誘惑。所以咧，當你身邊有朋友嘅時，唔好以為自己可以免受誘惑，要謙虛。呢個應該係你嘅態度。我啱啱喺度嚟，如果我哋全部人都實踐呢句經文，一個屬靈嘅人會去挽回，佢會點呢？我同你講，呢間教會一定會好榮耀神嘅名。如果所有基督徒都實踐呢樣，而唔係咁做，當你實踐呢樣，會發生咩事？你會學識彼此分擔重擔，呢個係命令，仲要係現在式。你要持續分擔，持續互相幫助。佢就成就咗基督嘅律法。咩係基督嘅律法？基督嘅律法係咩？就係彼此相愛。所以一個屬靈嘅人係會關心其他人嘅。當你見到有啲人或者有啲事有問題，你唔會抽身走人，你唔會講人閒話，你會幫嗰個人去挽回。你要幾咁溫柔謙卑咁去分擔大家嘅重擔。你知唔知？我想俾你睇下嗰句經文係咩意思？互相分擔重擔。好嘅，我呢度有一張 CCS 工作人員繪製嘅精美插圖，請俾佢哋掌聲。佢哋將教你分擔重擔。好嘅，佢哋過嚟時呢，請睇我。好啦，大家都好嘛？我將教你哋點樣發揮互助嘅力量。好嘅，舉起你嘅右手，好嘅，4根手指，好嘅，你嘅左手4個手指，而家將佢哋擺埋一齊。你有幾個手指？2。你相信2根手指就能夠把人舉起嚟咩？你相信2根手指就能把人抬上去咩？
如果你係一個人，咁肯定唔得。但係如果你哋有4個人，咁就唔得啦。你可以孭住呢個人，你想睇咩？哦，實際演示，好嘅。佢哋可能睇2根手指，好嘅。8俾佢哋睇2根手指，2根手指俾佢哋睇下，擺喺埋一齊，好嘅，將佢抱翻起上，1、2、3，哇，好嘅，多謝，多謝。你知道秘訣係乜嘢？上帝創造你我，就係為咗俾我哋不孤單，我哋需要彼此。我哋當中有啲人太驕傲，不願加入小團體。你哋有啲人太忙啦，根本唔在乎人哋嘅。我正在學習嘅係呢個。作為有靈性嘅人，我哋彼此關愛，互相分擔重擔。第一點係乜嘢啊？做一個有靈性嘅人，就要真正擁有靈性。話俾你知，鄰居要真正擁有精神信仰。咁第一個 C 係乜嘢啊？富有同情心，要體諒他人，關心他人。請睇呢節經文，呢度講任何人如果自以為是，其實乜嘢都唔係，咁就係自欺欺人。你知唔知呢節經文講咩？呢節經文係講你唔係咁價值。呢節經文想講嘅就係咁，你本身冇咩功勞。你哋神面前嘅地位，全部都係恩典嚟嘅。如果有人以為自己係咩人物，你就錯啦。事實就係佢，我哋擁有嘅一切都係恩典。所以我第一點，大家一齊再學多次，對人要有同情心。第二點，大家要承擔責任。加拉太書6章4至6節，咩意思呢？我哋當中好多人呢，因為我哋有罪性呢，都唔想承擔責任。我哋中意揾藉口。點樣揾藉口呢？有啲事出錯，你就會怪人，你怪你父母，你怪其他人。朋友，呢唔係真正隸屬靈生命。真正隸屬靈生命係有謙卑，肯接受個人責任。我講嘅係咩意思？我哋一齊睇下呢節經文。每個人都要檢查自己所做嘅事，呢個係一個命令。檢查你自己做過嘅事。檢查呢個字原本係用嚟測試金屬質素嘅。如果你想測試首飾銀或者係金礦質素呢，就係用呢個字。檢查自己所做嘅事。佢哋就可以為自己而唔係為其他人感到自豪。但我解釋下，當聖經講要檢查你自己做過嘅事，聖經其實想講咩？佢係話要誠實咁檢視你自己嘅人生。你點樣用你嘅才華、時間同財富？你而家做緊嘅嘢會唔會有永恆價值？檢查你自己做過嘅事。等我舉個例子，我識一個人，佢超級有錢。好多年前，佢帶我哋去睇啲 Forbes 喺屋企，仲俾我哋睇到好多架車。但你知道佢講咗乜嘢咩？佢話我好痛苦，我雖然有好多錢，但我內心卻空空如也。事實係咁樣嘅。當你死去嘅時候，你擁有嘅一切都會留喺身後。死後，你將企喺上帝面前。而家我個問題係咁㗎，當你企喺上帝面前審視你嘅一生嘅時候，我想問你，佢能經受住永恆嘅考驗嗎？你會點做？見到萬王之王時，呢啲價值觀對你仲重要咩？好好諗下，你嘅人生目標係乜嘢？呢個唔係有意義咩？呢個就係呢節經文嘅含義。呢個唔係要同人哋比較，呢個並唔係話
你知道我比你強。But 每個人都必須審視自己嘅作品，你要審視下你今日嘅生活狀態同埋所做嘅嘢，承擔個人責任，去經得起審視同埋時間嘅考驗。我嘅朋友，你只有一次生命，而且好短暫。咩字？你一定要喺生命嘅盡頭證明自己咩？唔好嘥生命，佢就係呢個意思。承擔責任，每個人呢都將承擔自己嘅責任。咁呢算自相矛盾咩？不，呢個並唔矛盾。呢度使用嘅詞語唔同，每個人呢都要孭自己嘅擔子。呢度講嘅擔子唔係重擔，呢個擔子好似軍人自己孭住自己嘅背囊咁。咩意思呢？上帝俾咗你同我每人一份獨特嘅任務，呢啲係我哋唔可以推俾人哋。我意思係咩呢？上帝呼召我做一個爸爸，我有5個小朋友，做爸爸呢個責任我睇得交俾第2個人。上帝呼召我做一個老公，我無法將呢項工作委託俾其他人。意思係每個人都將承擔自己嘅責任，有啲嘢你必須承擔個人責任，因為呢個係上帝賦予你嘅特定任務，你唔能夠委託他人代勞，你必須咁做。有靈性嘅人，首先呢係富有同情心嘅，係嘅。第二，承擔責任，唔好總係推卸責任。我曾經嘗試為好多人提供諮詢，並注意到咗一啲事情。有啲人總係責怪人哋嘅，而嗰啲總係責怪人哋嘅人，永遠唔會進步，佢哋唔會生長。我記得我曾經俾一位丈夫提供過諮詢，你知道呢個係佢自然嘅默認模式，佢嘅自然傾向就好似你我咁，就好似亞當咁，你知道嗎？亞當，當上帝質問亞當時，亞當做咗乜嘢？亞當怪罪咗邊個？伊芙夫人。咁上帝問亞當：你點解食咗個果子？亞當話咗乜嘢？佢話：我食咗個果。你啲當中有好多人成日都係譴責怪人，你怪你父母，你怪其他人，你怪你過去。只要你唔願意承擔個人責任，你永遠都唔會成長。聖經同我哋講，大家一齊讀，每個人都要向上帝交代自己嘅事。到我人生最後，我唔可以怪我老婆，我唔可以怪其他人，我要為我自己嘅人生向上帝交代。所以佢先會加多一句：你要為自己慷慨負責。睇下呢節經文，受教於道嘅人要同教導佢嘅人分享一切美好嘅事物。你知唔知？其實我研究呢節經文時都幾震驚，因為我好少用呢節經文。呢節經文其實係一個命令，領受過教誨於道嘅人，你必須要去同人分享所有美好嘅事物。換句話講，唔好誤會啦，我講呢啲唔係想你哋同我分享啲咩好嘅，但其實經文就係咁解。保羅只係想同大家講，唔好只係做個索取者，都要負責任去祝福其他人，要分享所有美好嘅事物。而家保羅並唔係叫你俾錢嘅，點解呢？睇下保羅嘅心，一齊讀下呢段，大家一齊讀。我哋貪過任何人嘅銀金或者衫，你哋自己都知，我用自己對手照顧自己，同埋一齊服侍我哋人嘅需要，凡事都係咁做。我俾你哋睇到，咁樣努力工作就要幫助軟弱嘅人。要記住主耶穌講過嘅說話，佢親自講過，施比受更為有福。所以保羅係一個自力更生嘅人，自給自足嘅牧者。保羅就好似我哋 CCF 入邊好多弟兄姊妹嘅，我哋有咁多位領袖，你哋當中有好多都係小組組長，
你哋係冇收人工嘅，你哋照顧其他人。阿電，順帶一提，我為你嘅每一位感謝神，因為你嘅當中有好多都係自給自足嘅。保羅話：我有做嘅，我哋向人要錢。其實呢度有個原則，保羅話靠努力工作，你哋就要幫助軟弱嘅人，同埋要記住主耶穌講過嘅說話。主耶穌講：施比受更為有福。大家一齊讀：施比受更為有福。而家我問下大家，喺度有幾多位係樂意付出嘅人？各位兄弟姊妹，真正蒙福嘅人就係學識去付出嘅人，唔係咁你俾幾多係咁你嘅心。呢個就係使徒保羅教我哋嘅嘢。咁我嘅回報係乜嘢？使我傳福音嘅時候可以免費傳講福音，免得濫用我喺福音中嘅權利。你知道保羅喺講乜嘢咩？傳福音嘅人應該得到支持，冇錯，呢個係佢嘅權利，佢有權獲得支持。但保羅話：我唔使用嗰個，係嘛？我同你哋中嘅好多人一樣，免費分享聖經。感謝上帝，感謝你哋中嘅好多人，免費完成，唔好向人要錢，承擔責任。第三，做出明智嘅選擇。我哋所講嘅明智選擇係咩意思？我哋嚟讀吧，唔好被欺騙。上帝不可戲弄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你哋當中有幾多人被呃咗？快啲！你被呃咗，你上當啦。好嘅，你哋有幾多個係呃緊人？你就係嗰個呃人嘅人。朋友，呢句經文其實講緊另一樣嘢，呢個係一個命令，被動語態，唔好呃自己。最差嘅欺騙就係你呃自己。點樣呃自己？你做咗唔好嘅選擇，睇下呢句經文，上帝唔會俾人恥笑，你唔可以呃到上帝。點樣呃上帝？你以為呢個真理唔適用於你？咩真理？人種咩就收咩？你以為你唔受呢個原則影響？即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嘅律。咩叫種同收冚律？等我解釋俾你聽。你種咩就收咩，咁大家就會明白。佢用咗一個農業用語，你種咩就收咩。各位先生女士，如果你種粟米，你會收咩？玉米，種玉米能夠收穫香蕉咩？哦，你嘲笑我，種玉米點會收穫香蕉呢？當然，咁就係唔可能嘅。但你哋好多人以你哋嘅生活嚟睇，卻認為自己種玉米就能收穫香蕉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。第二，每一個選擇都係一粒種子，每一粒種子都會有收穫。唯一嘅問題係呢個收穫可能唔會立即到來，有啲收穫可以立即實現，而有啲則需要時間。每一個選擇都係一粒種子。簡單嚟講，我係咁講嘅，大家都要讀書。你可以自由選擇播種乜嘅種子，但你冇法選擇收穫乜嘢。更簡單嘅英語，你可以自由選擇，但係你冇法逃避你選擇嘅後果。朋友們，今日啲人冇意識到每一個選擇都會產生後果。好好想想，你知嗎？我最擅長嘅插畫係以掃同埋雅各嘅生平故事。以撒有兩個仔，
以撒生咗兩個仔，雅各和以掃。你想知道呢個故事咩？你知道呢，總有一日雅各布呢，當時正在揼菜，佢去做飯啦。佢嘅兄弟以掃打獵翻嚟啦，男孩當時好攰嘅。故事就係咁樣。雅各布煮咗啲菜，以掃從田裏翻嚟，佢餓咗，佢餓壞咗。以掃對雅各話：求你俾我嘗一口咁紅色嘅嘢，我餓極啦。因此佢嘅名字叫以東，以東嘅意思咧係紅色。雅各話：將你嘅長子名分賣俾我。以掃說：我就嚟死啦，咁我嘅繼承權又有乜嘢用呢？事情係咁樣嘅，以掃餓啦，所以佢想食嘢嘅。雅各布非常狡猾，雅各話：唔得唔得，你要將你嘅長子名分賣俾我，我先會俾你食。而家我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你係以掃，你會點做？你肚餓啊？以掃心嘅，我真係要食嘅。你會唔會為佢食嘢而犧牲你嘅長子名分？會定唔會？有幾多位會犧牲？舉下手。有幾多位唔會嘅？舉下手。有幾多位嚟到連手都唔想舉？我嘅朋友，如果我有時光機，我一定會翻去公元前2000年，我會盡我所能去同以掃傾下。我會同以掃講：唔好賣你嘅長子名分，因為你一定會後悔。但係以掃咩人都唔聽，佢只係聽自己講嘅。乜嘢係與生俱來嘅權利？與生俱來嘅權利對你我嚟講，或許你冇辦法完全體會。喺舊約時代，喺好多文化中，長子繼承權非常重要。你就好似個女祭司，你擁有屬靈嘅權柄，你擁有財務決策權，你享有特權，你承襲咗家姓，更承載住家族底嘅，你係老闆。以掃從來不睇重長子名分，佢放棄咗。雅各布明白咗，2000年後嘅今日，若以掃知道佢放棄咗乜嘢該多好，佢放棄咗成為以色列國締造者嘅一切，佢放棄咗成為耶穌嘅曾祖父嘅特權。佢始終冇能夠理解自己放棄嘅一切嘅代價。如今呢，好多人，尤其是年輕人，為咗追求短暫嘅快樂而犧牲咗永恆嘅利益。好多人為咗眼前嘅享樂而放棄咗短暫嘅嘢，卻犧牲咗乜嘢？永恆嘅幸福。朋友，請做出明智嘅決定，唔好為咗圖方便而犧牲對你永遠有益嘅嘢。請睇新約聖經中對以掃嘅描述。願世上不再有好似以掃咁唔道德、不敬神嘅人。佢為咗區一頓飯，就出賣咗自己嘅長子名分。你知唔知我去以色列嗰陣，我就教咗呢段聖經經文。之後有個人走咗揾我，佢話 Peter 嗰餐飯就係以掃食嗰餐，其實係最平嘅一餐，係最嘅價值嚟嘅。用你嘅長子名分去換最斥價值嚟嘅，真係冇咗。而家有好多基督徒，你哋都放棄咗自己嘅長子名分。神創造你係特別嘅，你係神嘅兒女，所以唔好因為一時糊塗做錯決定，搞到自己將來一 T 跑。
好好想想，你知道，即使喺佢後來想要繼承呢份祝福嘅時候，佢亦遭到咗拒絕。儘管佢淚流滿面咁尋求悔改，卻找唔到悔改嘅容身之處。你知道，聖經講得好清楚，選擇會帶嚟後果。我想問問你，你播下嘅係咩種子？你哋都係播種咩種子？你今日播種咩？收穫可能唔會立即到來，所以你認為自己唔會有事，咁唔係真啊！有啲嘅種子咧係需要時間先至能夠收穫。唔好以為而家唔收割就可以逍遙法外。順從自己情慾撒種嘅，必從情慾中收敗壞；順住聖靈撒種嘅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嘅道理。你一直喺肉體上播種，你會問我乜嘢係肉體？聖經會告訴你乜嘢係肉。記唔記得？肉體嘅行為就係淫亂、不潔、放縱、拜偶像、行邪術、仇恨、爭競、嫉妒、發怒、自私、紛爭、分黨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等。呢啲唔係全部，都唔係包羅萬有嘅，只係舉例啫。大家一齊讀。我同大家講過，亦都再三警告你哋，行呢啲事嘅人係承受唔到神國嘅。你唔可以話自己係真基督徒，但仲係繼續種壞種，你真係唔得。因為咧，神會出手干預。咁我問下你，你而家嘅生活方式係點？所以保羅同你講，要做個有智慧嘅人。要有智慧，就要作出好嘅決定。我哋做好事唔好灰心，因為到時候如果我哋唔棄嘅，就一定會有收成。你知唔知有咗你嘅灰心？點解你會灰心？當你做好事，聖經話要繼續做落去。點解我哋會灰心？可能你做嘅動機唔啱。有啲你哋會泄氣，因為人哋睇認同你。有冇你哋會泄氣？因為你覺得啲人留意你，無論咩原因都好。聖經話唔好灰心，你會灰心，可能因為有啲領袖做咗咁嘢令你泄氣，唔好灰心。點解？佢有講原因啊。做好事唔好灰心。點解？到時候你睇下收割嘅時候，你會得到回報。所以大家一齊讀，只要有機會，就要向所有人行善，特別係對信仰家庭入邊嘅人。佢暫時，你而家應該點做？把握每一個機會去祝福其他人。呢個就係你要做嘅事。一個屬靈嘅人會不斷咁撒好種，所以繼續做好事。如果你而家同罪惡搏鬥，就繼續同罪惡搏鬥；如果你而家對抗貪污，就繼續對抗貪污，繼續行善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到時候你會有收成。最後要高舉耶穌基督，咩意思呢？你知唔知真正屬靈係點？同你隔籬嗰個講做啦，再講多次，同你隔籬嗰個講，要真真正正屬靈。你點樣先可以屬靈呢？呢度有啲實際嘅應用方法。當你降服俾耶穌，當你越嚟越似基督，呢啲就係實際步驟。第一步，憐憫心，對其他人睇下其他人。第二，承擔責任，唔好成日怪人。第三，作出明智選擇，要作出明智選擇。依家望住我，你要睇下。你做咗每一個行動都會有影響，所以大家要諗清楚，唔好咁易就順住肉體去做。第四，尊崇耶穌基督。咩叫尊崇耶穌基督？你知唔知？使徒保羅寫完6章之後，由教義、信仰、神學，最後都係
落到實際應用。對佢嚟講，最重要嘅實踐就係作為屬靈嘅人要尊崇耶穌基督。同我一齊講，尊崇耶穌基督咩意思呢？聖經嘅哥林多前書10章31節話，無論你做咩講嘢或者做嘢都好，無論你做咩都要為咗榮耀神而做。如果你應用呢個原則，你作決定嘅方式都會唔同晒。你知唔知保羅最後都係強調呢一點？一齊讀啦！你睇下，我用自己隻手寫俾你嘅字寫得幾大？喺第6章第11節，保羅決定親手寫，即係話由第1章到第6章第10節都係有人幫佢寫嘅。聖經好多時都係佢寫成咗，有個書記佢口述，然後有人幫佢寫低。但係由第11節開始，保羅就話：依家係我自己寫，用大字佢強調。咁佢寫咗啲咩呢？佢寫咗以下呢啲，嗰啲想嘅肉身上表現得好嘅人，就逼你咁受割禮，淨係為咗唔想因基督嘅十字架受逼迫。你睇下，佢而家想分清楚猶太主義者守律法嗰班人同佢自己嘅動機有咩唔同。保羅嘅動機係榮耀耶穌，咁呢班人嘅動機呢？保護自己唔受逼迫，所以選擇妥協，唔想俾人迫害。你哋當中有啲人做決定唔係為咗榮耀神，而係為咗保護自己。嗰啲受割禮嘅人呢，其實自己都守唔到律法，但佢哋想你嘅受割禮，佢就可以喺你嘅身上誇口啦。佢哋嘅動機就係想誇口，誇自己有能力拉人入猶太教。保羅話呢個動機係錯嘅，佢嘅動機係乜嘢？呢個就係保羅嘅動機，大家都要讀書。願我永不誇耀，只誇耀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。你知道保羅喺講乜嘢咩？你能夠寫出嘅最強烈嘅否定句，但願佢永遠唔會發生。就好似聖經裏邊講咁樣，上帝永遠唔會離開你，絕不絕不。保羅嘅意思係願呢種事永遠唔會發生。我乜都敢吹去，除咗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。咁我哋主耶穌基督嘅十字架究竟意味住乜嘢呢？保羅指嘅唔係肉身嘅十字架，佢係喺談論耶穌喺十字架上所做嘅嘢。你睇基督嘅十字架就係福音。喺十字架上面，我哋明白咗上帝愛我哋。喺十字架上邊呢，我哋明白上帝唔單止愛我哋，上帝仲係聖潔公義嘅。因為罪孽必須付出代價，罪惡必須受到懲罰。喺十字架上，我哋學到耶穌代替咗我哋。喺十字架上，我哋明白到你冇辦法靠自己得救。喺十字架上呢，你會知道耶穌流出咗自己嘅寶血，為我哋嘅罪付上代價。一切都同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有關。所以保羅呢就係咁講，我唔會為其他嘢自誇，淨係會為我主耶嘅基督嘅十字架自誇。今日有啲人恥笑耶穌嘅十字架，佢哋取笑耶穌，特別係十字架。你知唔知伯特蘭、羅素、無神論者、學者，你知唔知佢點講十字噶？佢話呢樣嘢係野蠻。你知唔知無神論者點睇十字噶？佢哋覺得完全唔明白。你知唔知佢哋點睇十字噶？佢哋就係咁講，十字架嘅知識上係可鄙，佢道德上係令人憤慨。佢哋覺得呢樣嘢係猥褻。你知唔知點解佢哋話十字架係猥褻？
因為佢哋唔明白點解耶穌要喺十字架上受苦，所以對佢哋嚟講呢啲係愚蠢嘅，所以佢哋唔中意十字架。但對信徒嚟講，保羅嚟講，我哋全講釘十字架嘅基督對猶太人係絆腳石，對外邦人係愚蠢。十字架係愚蠢嘅，意思係因為耶穌喺十字架上死咗，你就可以上天堂。呢啲真係愚蠢。但係對於蒙召嘅人，無論係猶太人定希臘人，基督就係神嘅能力，神嘅智慧。喺十字架上，神用咁嘅智慧示範嘅點樣可以令有罪嘅人得到寬恕。一定要有一個義人嘅付出代價，而呢件事就係佢發生嘅，靠住嘅。你睇睇基督耶穌入邊，佢成為咗我哋嘅智慧、公義、成聖同埋救贖。正如經上所寫，誇口嘅人要庫主裏邊誇口。我啲朋友，我祈禱你能夠好似使徒保羅咁，我只係誇耀耶穌基督，基督嘅十字架帶嚟救贖。你係一個有精神追求嘅人咩？4件你可以做嘅實際事情：第一，同情心；第二，承擔責任，做出明智嘅決定，高舉耶穌基督，佢係上帝拯救嘅大能。最後，我想講嗰個故事。我從上個月遇到嘅呢個人身上學到咗好多嘢。佢叫肖丹克約翰遜牧師，佢嚟自塞拉利昂，佢係非洲其中一個國家嘅牧師。佢同我哋講嘅嘢，發生過嘅事。作為牧師，佢會俾政府官員或者叛軍欺負。今次叛軍捉咗佢，佢哋將佢雙手反綁嘅背脊。佢話佢哋綁得我好緊，緊到我隻手可以掂到自己條頸。老實講，我真係唔知點樣先做到嘅，一定好痛。跟住指揮官同士兵講，開槍射嘅。當士兵想射咗頭嗰陣，佢話唔該，俾我同你指揮官講5分鐘，咁得唔得？呢個就係我哋請求。所以士兵揾嘅指揮官過嚟，指揮官帶住支槍嚟嘅。你想同我講咩啊？長官，聽我講，如果你而家射我都冇所謂，我有耶穌，我會上天堂，但你會落地獄。你需要耶穌。如果你有耶穌，就算你射我，你都會上天堂。你知唔知？士兵望住佢，指揮官都望住佢，然後放低嘅支槍。佢同嘅士兵講，呢個人嘅嘢放喺走啦，所以佢哋就放咗嘅。之後嗰2個星期，指揮官都瞓唔到覺，佢俾呢個人講嘅說話折磨住。咁耶穌，你就會落地獄。所以佢去揾呢個牧師。牧師，你知唔知我瞓唔到覺啊？你折磨咗我2個星期。牧師話，你咩意思啊？我瞓唔到覺，你講嘅說話成日喺我腦入邊出現。你可唔可以做我朋友呢？你可唔可以幫下我？你知唔知牧師同指揮官一齊過咗6個月？6個月之後，指揮官同佢2、3個手下都受咗洗，佢哋祈求接受耶穌。如今呢位嘅指揮官係一名傳教士，佢哋宣講聖經，佢哋宣揚基督嘅福音，佢哋高舉耶穌基督。朋友，呢個就係我中意你嘅原因。你應該明白，今年聖誕節唔好浪費啦，你向啲人講述耶穌基督嘅故事，呢個係你最好嘅機會。如果我係你哋所有人都會嘗試邀請啲人到家裏嚟同佢哋分享聖經。你知點解咩？唯獨高舉耶穌基督。阿門。好嘅。
問題，今日喺呢個房間裏邊，你哋渴望獲得精神上嘅滿足咩？如果你想追求屬靈嘅成長，我希望你把一切都交俾耶穌。我嘅朋友，如果你將自己嘅一生完全獻俾耶穌，你一定唔會後悔。播下種子。我希望你哋而家做嘅第一件事就係捨棄自我，為耶穌而活。話俾耶穌知，主啊，我生命中嘅一切都可以歸你。你會願意咁做咩？好，大家低頭祈禱。主耶穌，我為呢一班願意完全降服於你嘅弟兄姊妹祈禱，俾佢哋知道作出呢個完全降服嘅奇妙決定，佢哋絕不會後悔。而家舉手嘅朋友，請你哋喺心裏默禱，你可以咁祈禱：主耶穌，我將一切都交託俾你。我唔單止求你成為我嘅救主，我亦求你成為我嘅主宰。求你改變我心，賜我信服、跟隨並充滿喜樂嘅心。因我知道你係我僱主，亦係充滿愛嘅神。主耶穌，多謝今日嘅崇拜，願你名被高舉，奉耶穌名祈禱。阿們，阿們，願神祝福你。